春花10岁的兰花开甲真水，台中罗成宫和台湾兰艺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兰花大展，600多盆的兰花隆重选出6盆专场的总冠军。兰花这个非常的高雅的哦，像英国皇室啊，都还来台湾买这个兰花过去衬托他们的皇室的典雅跟高贵。奥特兰总冠军花开斑点开22蕊，全部拢开到变大蕊，真难听。还有加啲莲雅、雪莉花，拢总134蕊，红芽色水是真罕咧看，这全部拢是全场的焦点。台湾兰艺协会讲，除了总冠军以外，全场还有24个冠军的兰花，拢真值得看。较少看到。有啦。除了真侪种品种的兰花，现场还有迎春布置的景体，后来庙拜信徒，拢感觉真心惜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